鬼扯上去呀！哎，过来，别动手！谁有病啊？我有病哪有腿有病咋的？打架了！操你妈的！我他妈我丢我碰你哪我就走了。打啥样啊？我腿有没有有病干咋的？我出门在外抽，我有病，还有你打到我眼睛了！我眼睛要是瞎了，我一辈子！我跟你放下！你放下！我你看，仇人在这里。我看他的脚，趁我来个成绩加了呗。你看我病历，我不看你病历。你打我腿啊！打我腿啊！操你妈！打我腿！打我腿啊！打我腿啊！我腿刚出院，我他妈是花了上万元。打我腿啊！我都怕打你瞪我眼睛了，瞪你了！我眼睛瞎了，你要陪我眼睛瞎了！我眼睛瞎了！你操你妈的！脚你拿开！说了，等服务员，等那个啥鸡巴事啊？监控啊，瞅点啊！太不讲理了你！来，乘务员，我蹬着，我蹬着咋的？蹬着，你蹬，我蹬着，蹬你家去了。美女，给他换个味儿。太不像话了！这找茬找憋的。不是说中。